你知唔知唐詩300首入邊第一首詩就係廣東人張九齡寫㗎？而且粵語啊，形容人好威風，叫做威水啊嘛。威水呢個詞居然出自張九齡嘅嗰首詩。話說1300年前，張九齡喺韶關出世。嗱，佢細個呢就好醒目，又中意讀書。跟住有一次，佢媽媽帶佢去南華寺嗰度上香。咁啊，六祖慧能大師呢同佢傾偈啦，發現呢個僆仔啊醒目到好似漆黑中嘅螢火蟲一樣，就摸住佢嘅頭話：九齡，你將來一定有出息。果然張九齡冇辜負慧能大師啊，一路考取功名，從嶺南去到長安嗰度做官。張九齡生咩樣呢？呢幅畫就係唐代畫聖吳道子親筆畫嘅張九齡像。張九齡去咗朝廷之後呢，佢係靚仔，又有學識，又有才能，好得皇帝中意。點知有一次呢，佢係越過上司，直接同皇帝匯報工作，咁啊得罪咗上司喎。張九齡就翻咗嚟韶關鄉下呢度避難。嗱，佢發現呢，當時從北方以及中原地區要嚟嶺南啊，其實要翻山越嶺，而且要行一條得一個人行到嘅羊腸小道，路途又艱險又長遠。跟住佢又諗辦法，想要將嶺南同北方地區通行嘅嗰條路啊，將佢拓寬啲啊，咁樣路通財通，嶺南經濟先可以騰飛噶嘛。於是呢，佢就打通咗大庾嶺，開鑿咗梅關古道啊，將原先得一個人行嘅路變成咗可以2-3部馬車一齊通行。張九齡鑿通咗梅關古道之後呢，咁啲貨物就冚冚聲由嶺南運到中原，運到北方，成個唐朝經濟騰飛，哇！立咗大功。咁啊，唐玄宗就話：咁你翻嚟我身邊啦。咁啊，張九齡呢，就做咗唐玄宗嘅內相喎，即係話皇帝嘅奏摺同埋聖旨呢，都係張九齡幫佢寫。哇！咁啊，真係出人頭地啦。張九齡點解被稱為嶺南第一相呢？因為佢有嗰句講嗰句，皇帝做錯佢都夠膽鬧。嗱，當時皇帝呢，好中意安祿山，即係後邊發動安史之亂嗰個人啊。但係張九齡就話：安祿山呢個僆仔一睇就係奸人，快啲殺咗佢！皇帝就係唔聽，仲要留喺身邊。有一次皇帝過生日，個個大臣都送奇珍異寶啦。張九齡送咩啊？送咗一套自己寫嘅書啊，叫《千秋金鑑錄》，將歷代皇帝嘅功過得失全部寫出嚟，咁樣嚟警醒皇帝。皇帝真係 call 撈嘢啊！好多人妒忌佢喺皇帝身邊講佢壞話。咁啊，皇帝呢將佢貶咗去荊州嗰度做官。被貶路上呢，佢寫咗一首詩叫《感遇》啊，係感懷自己人生嘅際遇。其中第一句叫做「蘭葉春葳蕤，桂華秋皎潔」，即係話啲春天嘅蘭葉呢係好茂盛嘅。咁葳蕤呢個詞呢係古代人啊形容人呢好靚啊、好優秀啊、好勁啊，叫葳蕤。點知講下講下呢個發音就變咗威水威水。佢到咗荊州之後啊，就寫出咗千古名句：望月懷遠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。嗱，有人話呢首詩呢，佢係思念喺家鄉嘅親人。但係最近呢，喺陝西挖出咗一座古墓啊，嗰座古墓被證實係張九齡嘅夫人董韶蓉嘅墓。所以有專家就話，其實呢首望月懷遠係張九齡好掛住已經逝去咗嘅佢嘅亡妻而寫嘅詩。因為詩中嘅第二句叫做情人怨遙夜，竟夕起相思。喺呢座祠堂裏邊有唐朝嘅古物，就係呢個石羊啊，同埋嗰個石人，佢哋喺度守護咗張九齡1300年啦。嗱，話說喺張九齡63歲嗰陣呢，佢就翻咗嚟家鄉呢度掃墓祭祖，跟住佢就大病咗一場，就喺韶關呢度逝世，都可以話係落葉歸根。喺佢逝世咗16年之後呢，安史之亂爆發啊，唐朝爭啲滅亡。唐玄宗非常後悔冇聽張九齡嘅勸告。喺張九齡過身之後，唐玄宗好掛住佢嘅，所以次次呢有啲青年才俊呢上嚟朝廷做官，咁啊唐玄宗都會問一句：風度得如九齡否？所以風度呢個詞都變咗張九齡嘅代名詞。你而家嚟到韶關啊，發現好多地方呢都有風度兩個字嘅喎。呢座就係張九齡嘅墓，雖然歷史上被多次盜掘，佢呢係坐落於神上嶺嘅，即係呢附近最高嘅一個小山坡。從呢度你可以望到好開闊嘅景觀。有人話呢個墓葬嘅形勢呢，好似一把太師椅咁。張九齡坐喺呢度，唔單止庇佑咗張氏後人，更加見證咗嶺南文化嘅代代相傳，生生不息。